各位市民請注意，黑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。泳衣女鬥走光路，運現形停不了。颱風夜蒲試鏡，尋日登陸九龍塘，為本港帶嚟大量暴雨。受到暴雨影響嘅觀眾記得攞定紙巾先好睇落去啊！哇，好大片雨雲啊！唔係，係兩片啊！你到而家都仲走緊波？係咩？係。好長㗎，因為佢打得滯所以成。佢36 F 呢年係。泳衣咧？泳衣係34。放心，有人陪你啊！召喚現形戰士。保衛票房嘅任務呢，就交俾你哋啦。不過等你哋試鏡成功先講啦。